再来看屏东林鹿站的呢，是有驾驶伫半路熊发现伊的车窗破去，那像就是互人用这空气枪甲弹着，也因为进前就捌发生过这车身去互人弹着的代志，所以驾驶随来报警察，分局有派人去采证，结果现场有影秀发现一粒铁珠仔，未来是会扩大调监视器来厘清原因。 相片看到轿车驾驶座这边的车窗碎甲像蜘蛛网，嘛有车身后壁一点猫落去，像互人用物件写着。二白暗时10点外，董事人驶车伫屏东林鹿的民生路到半路煞发现车窗破去，因为董事人讲毋是头摆发生，2月底嘛捌发生过，伊赶紧停伫路边敲电话报警。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在打电话，就是我这样走到土地公那边，就警车就来了，可能就是他们报案还是怎么样的？可能是一些年轻人那个8+9的那个年轻人是那个 BB 弹的啦，乱射啦哦。附近民众表示有看到警察来，不过这附近罕得发生这款代志。警方监视人员今仔日早起有到现场进行采证，找到一粒铁珠仔，因为附近监视器少。 表示会搁扩大侦办，厘清规个案情是毋是有针对性，也是乌白乱弹。于28日，林洛乡民生路段发生之钢珠随机射击案件，本分局获报后高度重视，已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全力侦办，并循弹道物理特性厘清犯案工具，全面收集相关迹证与可能来源。 实际到现场，看到事发附近路边的反光镜，嘛有一猫一猫的状况，唔确定是毋是有民众摕空气枪乌白弹。警方表示，防止模仿行为，先甲这路段提升治安重点区域，全面加强巡逻，已经锁定对象办理当中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